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9月1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3篇，以西结书22章17节到31节，罗马书第8章31节到3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与基督隔绝。基督徒当然不是要跟基督隔绝了，既然我们称为这个基督徒，那就是要跟随基督，学习基督，与基督来连结。这是理想，但是事实上也并不容易。就如同主耶稣基督教导的主祷文中所求的说，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或是迷惑，救我们脱离凶恶。这表达了基督徒在生活上面，在世界上所面对的挑战与苦难，也如同历史当中以色列人所面对的境况一样，他们总是会面对到诱惑、挑战，可能也因为自己选择了离开上帝或是基督的道路而去敬拜偶像，因此他们就惹了上帝的愤怒。被掳时期的先知呢，以西结书22章17节到31节，先知这样提到，上主对我说话，他说：必朽的人以色列人是一堆废物，他们好像是炉里炼银所剩下的废物，一堆无用的铜、锡、铁、铅等。所以我至高的上主告诉他们要像废铜烂铁一样没有用处。我把他们集合在耶路撒冷，用我的怒火融化他们，好像人在收集银、铜、铁、铅、锡等矿物在火里来烧融。我一定把他们集合在耶路撒冷，点燃我的怒火，融化他们。他们要在耶路撒冷融化，好像银子在火炉里融化一样。这样他们就知道我上主向他们倾倒烈怒。上主对我说话，他说：必朽的人要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的土地是不洁净的，所以我要发怒惩罚他们，不降雨给他们。他们的领袖像狮子对着撕裂的猎物咆哮，他们杀害人民，抢尽财宝，使许多的妇女成为寡妇。祭司违反我的法律，亵渎我的圣物。他们不区分什么是神圣的，什么是世俗的，也不教导分辨洁净和不洁净的，又轻视安息日。结果以色列人都不尊敬我。达官显要好像狼群在撕碎猎物，他们以杀害人民发不义之财，先知为他们掩饰罪恶，好像人用石灰水粉刷墙壁。他们的意象是幻象，他们的预言是谎言。他们自称在传达至高上帝的话，其实我上主并没有对他们说话。有钱人诈欺、剥削、虐待穷人，占外侨的便宜。我在他们中间寻找，看有没有人能够修建城墙，站在城墙的缺口，好在我发怒城墙时能够保卫它，但连一个也找不到。所以我要向他们倾倒我的烈怒，我的怒火要烧尽他们所做的一切事。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以色列人的背离呢，就连他们的土地也都会变成为不洁净的。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基督徒
他提到了上帝如何的爱世人，甚至差遣耶稣基督为世人牺牲生命，并且赐下救恩。虽然耶稣基督为了世人的罪被陷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让人跟耶稣基督的爱来隔绝。即便是阴间的死亡的权柄，他也都不能罗马书第8章31节到39节，保罗的话这样说：既然如此，我们该怎么说呢？只要上帝在我们这一边，谁能敌对我们呢？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不顾惜给我们众人。既然这样，他不会把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会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上帝已经宣布他们是无罪了，那么谁还会定他们的罪呢？绝不是基督耶稣。他是死了，其实应该说是已经复活了，现在正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向上帝祈求的那一位。既然这样子，谁能够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苦难吗？迫害吗？饥饿吗？贫穷吗？危险吗？刀剑吗？像圣经所说，为了你的缘故，我们整天被置于死地，都不是。在这一切事情上面，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已经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因为我确信什么都不能够使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不管是死是活，是天使，是灵界的掌权者，是现在，是将来，是高天，是深渊。在整个被造的宇宙中，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把我们跟上帝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爱隔绝起来。是的，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就没有任何的权柄能够让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诗篇113篇，要赞美上主，上帝的仆人要颂赞。你们要颂赞他的名，上主的名要应受称颂，从现在直到永远，从日出到日落之地，上主的名应当受称颂。上主统辖万国，他荣耀超越诸天，谁能够跟上主我们的上帝相比呢？他住在至高的地方，但是他们俯首垂视，观看诸天和大地。他们尘埃里提拔穷苦人，他从粪土当中提拔贫乏人，使他们得以陪伴王子，得以跟本国的王子来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女在家受敬重，赐他儿女，使他喜乐，要赞美上主。感谢施慈爱赐救恩的主，使我们因为愿意相信而能够得到救恩，与耶稣基督结连。因为没有任何的权柄能够把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